没人知道我是数学天才，只知道我从小就是孤儿。我和同在孤儿院长大的女伴相互扶持，在5年前，凭借努力攒够了首付。本以为终于有一个小家，结果迎来的却是冒烟。叶远，我们马上就能有个小家了，以后我们还会有孩子，你要给我们孩子一个美好的童年哦。莫威！走路不长眼的东西，没看到老子跑车啊！死了活该！莫威，你不能出事！莫威！我手机！谁让你报警？我告诉你，不准叫任何人过来。他已经死。能，拿去把他埋了吧。莫威，回来！莫威！莫威他还能醒来吗？植物人醒来的概率还是有希望的，不过肚子里的孩子没了。莫威怀孕了！萧然，你斗不过他们的，咱们还是把谅解同意书签了。他们把莫威装成植物人，没有赔偿，没有道歉，甚至都不来看我一眼，我怎么签这份谅解书？我们收到举报，说你涉嫌侵害商业机密，你别跑了，带走。一定是网络，一定是他陷害！放开我！对不起，等我，莫威。5年，我推演了无数公式，终于，我得到了命运公式。孟薇，我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叶远，你可以出狱了。5年了，你还是那么好看，我好想你。走路不长眼的东西，没看到老子跑车啊！死了活该！谁让你报警？我告诉你，我手机！不准叫任何人过来。他已经死，拿去把他埋了吧。王洛，王嫣，我出来了，等着迎接你们的罪恶审判吧。6月17日3点29分19秒，在东宁路口的垃圾桶放上一支13.5厘米长、重4.53克的中华牌铅笔，经过引导事件，最终杀害王洛。
样了。只要把这根铅笔放上去，就能完成对王洛的审判。3点25分16秒。时间快到。王洛出现了。不是你会不会开车啊你？你这人怎么回事？有你这么开车的吗？王少，我不知道是你，你饶了我吧，我玉嫂王少，对不起对不起。让他上车陪我睡一回，不然你死定了。当然了，你也可以拒绝，但你不会有好的下场。呜呼！王少，开慢点，这样很容易出事的。在江城，我王家就是天，出事的人只有可能是别人，不可能是我的。呜呼！我从地狱爬回来了，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我要让你亲眼看到你所在的恒科地产集团，你引以为傲的王氏家族是怎么坍塌毁灭的。我要让你体会到真正的绝望。好家伙，市区里都快到斑马线了，还跑这么快，活该遇到车祸。开这么快啊！这些年他造成过多少祸事？还记得5年前他半夜飙车把人撞了，直接逃逸，致使被害人成为植物人。要不是他有个好老爸，早就进局子了。这次算是老天有眼。王洛已经清醒过来了，不过听说就算能活下来，下半辈子也怕只能是在病床上度过。你是说这件事情的源头是这支铅笔？不会吧？用支铅笔应该是意外吧？哦，好了，时间不早了，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好。这个人的行为具有明显的目的性，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巧合。什么？这不可能！不可能！年轻人被害人的家属怎么在这？这一定是巧合，是巧合，是凑巧。这一切，即使让所有人都知道，也仍然不能给他定罪。这里面有大恐怖，我不能参与进去，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现。我从地狱爬回来。快来看，快来看啊！这家伙终于遭报应了。就这畜生，上大学的时候强暴了校花，最后赔钱了事，害得校花被迫转学，真是活该！就是活该他这样。真活该！
2年前在酒吧里，这王洛就闹事，强迫女服务员，最后拿酒瓶把别人头都砸破了。对，我记得5年前，王洛开车撞到一对情侣，把女孩子撞飞，都成了植物人。这家伙罪行种种，终于被老天爷收拾了。对，报应。收拾他的不是老天爷，是我。如何不被发现，见到医院里的王洛？哎，要闹肚子了，中午就不该点那家外卖。只要严格按照命运公式计算出的步骤，精准到目标，就不会达成最终目标。到时间了，我来检查一下王龙的身体状况。王，他怎么会在这儿？是王洛，一定是！别激动，你要好好养伤才行。是你害的我！没错，就是你想象中的那样，是我做的。现在，该轮到你体验那深坠无间地狱的绝望。对了，还有你姐姐王嫣，她很快就会来陪你。还有你们王家，我会让你亲眼看着她坍塌。没有什么问题，王少爷恢复得很好。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and your love's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and your touch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老板，来碗肉丝面。好嘞。来，慢用啊。谢谢。这普普通通的一碗面，在监狱里我可是整整惦记了5年。孟卫，我已经审判了龙路，接下来该轮到王嫣了。卖西瓜喽！好吃的西瓜！卖西瓜了啊！好吃的大西瓜哟！老大爷，哎，你这些西瓜我全要了。全部都要了呀？哎，谢谢。哎，来。叶远，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快说，
我喜欢女孩。女孩？如果那一切都没发生的话，我们的孩子也该这么大了。孟伟。王嫣与女下属撞衫，当众撕掉女下属。王嫣因下属工作状态不好，怒泼开水，导致员工严重疼。王嫣，你还是这样暴虐的脾性。拿去把他埋了。这次赏你3个巴掌，下班前再让我看到你，就废了你这2只手。恒科集团大小姐王嫣，你也罪行累累，审判到你了。明天下午3点20分19秒，王嫣会回到恒科大厦办公室。4点整，我以王嫣助理的身份拨打后勤主管电话。10分20秒，我以王洛朋友的身份前去拜访。4点18分、4点20分、35分12秒，王嫣倒地，命运路径算出来了。虽然这是我第2次用命运公式审判罪恶，但体会到这仿佛生死簿一般的力量，即便是我，也感到脊背发凉。我来了，你也用不着这么激动吧？这是魔鬼，魔鬼来了！救命！救命啊！去，把监控给我调出来。是。这个人的所有行动，完美避开了监控，看不清他的脸。他最后给你看了什么视频？你的车祸跟他有关。找到他，给我找到他！是。为孟薇复仇，只靠命运公式还不行，还需要全方位强大的身体。曾经我渴望平凡的生活，但在5年前被王氏家族亲手毁掉。现在，轮到我来毁掉你们的一切。恒科集团无落，众人同意道歉赔偿。那时的我是多么无力，举着一个可笑的牌子，以为会引起人们的怜悯和共鸣，迎来的却是看小丑一样的目光，以及王嫣的羞辱。喂，你是谁？为什么有我的私人号码？王嫣小姐你好，我是王洛的朋友。王洛遭遇的事故，并不只是意外那么简单。我想要见你。你在哪里？王嫣大小姐竟然打电话给我们后勤部，让我们提前处理她办公室外面的玻璃，而且还是从一串陌生号码打过来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让老罗先清理他那边的玻璃吧。请问是叶先生吗？是我。小姐已经在等您了，跟我来。小姐亲自打电话下来，还坐专用电梯，她一定不是普通人。先生，我叫蔡梦琪，有需要的话随时联系我。好，我知道了。
小姐已经在等您了，跟我来。就是他吗？我叫蔡梦琪，有需要的话随时联系我。打电话通知人事部，让他卷铺盖滚蛋。是，小姐。他从进入大厅的那一刻开始，每一个神情，每一个动作，都有一种扭曲的割裂感。怎么会有这种人？是昨晚那个人。叶先生，我们需要先检查一下你，抱歉了。小姐，叶先生来了。你到底是什么人？还剩58秒。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能控制人命运的神吗？这个世界上有2条公式，一条是生命公式，一条是命运公式。生命公式就是通过你的身体特征转化数据，计算出你的生命值。你到底想说什么？不要着急嘛。命运公式，你不想知道吗？就是通过改变特定时空发生的事，让一切偶然事件按照一定规律运行，最终将一个意外降临到目标身上，导致其死亡。所以你今天来是想告诉我弟弟是被这个命运公式害的？没错。一个什么破公式就能制造意外，甚至谋杀我弟弟？你最好不要胡言乱语，挑战我的耐心，否则你就走不出这扇门。王大小姐，真相我已经告诉你了，可你还是不信。另外，我想走出这扇门，没人拦得住。那你可以试试，整栋大楼里全都是我的人，只要我一声令下，就算是只苍蝇也别想飞出去。不用你催我，时机到了，我自然会走。叶远，看来5年的牢狱把你给关傻了。就算你想复仇，也不用这么着急的送上门吧。看来王大小姐是认出我来了。从你出现在恒科大厦的监控里的时候，你的所有资料就已经在我手里了。不过我对你没什么印象，对你那个植物人女友倒是记得挺清楚的。被撞飞那么远都没死，生命力可真是顽强。其实当时如果及时进行手术的话，人是能够救回来的。不过呢，活人比死人麻烦，我就让医院暂停手术。是你从中作梗，耽误孟薇的治疗。原来他叫孟薇啊，他现在应该死了吧？不会还像只蟑螂一样那么顽强的活着吧？这个意思，你今天是来为你的女朋友复仇的吧？拿出你的手段吧，不然你可就没机会了。王岩情绪升温，手指抠向左手边的抽屉。王岩拉开抽屉，
双手按下王岩的肩膀，并开口：“王大小姐，我劝你最好不要这样做。”叶然，放开王总！虽然我知道接下来的每一步，但刚才如果慢1秒，他的枪就对准了老蓝了，我的命就被他拿捏了。我也劝你，最好不要太冲动。你应该知道，这个位置最靠近的就是王大小姐的颈部大动脉。我只需要用力的一枪。他怎么好像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这次来拜访你，是有3件事。第一件事，告诉你弟弟发生事故的原因。第二件事，是想告诉你我回来了。至于第3件事，你看，天阴了，也起风了。茶几上每个位置都代表不同的结果。这支铅笔，我弟弟的车祸真的是你造成的。叶远，你今天死定了！不，我今天会安然无恙的离开，而你会和你弟弟一个下场。我现在就杀了你，然后杀了你的孟薇，最后送你们去地狱继续恩爱。去死！你看，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能控制人命运的神，将一个意外降临到你的意外导致其死亡，这怎么可能？小姐，出事了！小姐出事了！发现任何可疑人员，全部给我抓起来！给我走！是。这边。小姐正在抢救，情况不太乐观。警探局的人正在小姐的办公室进行调查。调查？有什么好调查的？在我的地盘上，竟敢对我女儿下手！那人抓到没有？小姐出事的第一时间，整栋大楼的保安都出动了，但还没找到。没用的东西！老爷，警探局的调查结果是，虽说事发时小姐正在接待一位年轻人，但造成事故的原因是偶然事件，跟她没有太多关系。什么？偶然事件？没有关系？这可能吗？我认为跟她脱不了干系，就她一个人没有出事。事发之后，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神不知鬼不觉的逃出了戒备森严的恒科大厦。将你们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都给我说出来！
大小姐亲自打电话下来，让我迎接一位姓叶的朋友。下午大概4点20分左右吧。我们原本正在清理南面的幕墙，但突然接到大小姐助理的电话，所以临时就改变了清理顺序。什么？从一开始的王洛，再到今天的王家长女王嫣，王家会逐渐提高警惕，而我也没有刻意隐藏自己，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的存在，我要让他们沦陷在恐惧与绝望之中。叶远，手续已经给你办好了，接回去自己照顾也好，也许会有奇迹发生。谢谢张姐。叶远，你一定不会放弃他的，对吗？我一定会让孟薇醒来的。你喜欢男孩，我喜欢女孩，那我们就要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如果要是真的睡着了，该多好。风雨欲来，如何保证孟薇的安全？如何能够让孟薇完全没有副作用，从沉睡中醒来？杨妈，之前在福利院，您是看着我们长大的，孟薇就拜托你照顾了。我可怜的孩子，你放心，薇就在我这儿了，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谢谢阿妈。恒科集团千金王嫣遭遇意外，升降梯撞击办公室致重伤，目前已被紧急送往市中心医院抢救，情况不容乐观。王家反应得这么快。叶先生你好，我们是江城警探局的，我是马周元，我们怀疑你与一起恶性致死案件有关，请你配合我们调查取证。恶性案件？难道是指王嫣大小姐遭遇的意外？如果是这件事，我愿意配合你们的调查。走了。一群臭猪！叶远，你刚才差点落在他们手里，是我们救了你。谢谢你们。你们注意他的微表情，从进去到现在，他始终带着浅笑，肆意观察周围的环境，可以判断出来，他是一名不墨守成规、心理素质强大且具有超强自我意识的存在。十有八九，今天什么都闻不出来。叶远，你是什么时候从江城监狱出狱的？大概3天半前吧。从我们这边的资料来看，在2020年，你遭遇过重大车祸。在这场车祸里面，你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未婚妻叶梦薇成为了植物人，还有你们的孩子不幸夭折。叶先生，我们想请问你，对于导致你未婚妻成为植物人的肇事者王洛和王嫣，在你出狱后的3天半内，相继遭遇重大意外，你怎么看？
情绪越失控，露出破绽的可能就越大。你问我怎么看？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啊？出意外好啊，证明老天有眼，对他们降下了审判。所以，他们的意外和你有关吗？你自己也说了，是意外。意外跟我有什么关系？3天前下午3点30分左右，也就是王洛遭遇事故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在路口的垃圾桶上放一支木质铅笔？铅笔？就感觉兜里有支铅笔有点多余，就随手放在垃圾桶上面了。那今天我们在王嫣的办公室同样见到了这样一支铅笔，你又怎么解释？这是我送给王嫣小姐的，我请问和这起事故有什么关联吗？我们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叶远跟这一连串的意外事故有关系，最多24个小时就得放他走。也许真的是这些。马警探，早上好。抱歉，耽误你时间了，你可以离开了。不管事情是不是你做的，你都闯大祸了。王嫣跟王洛一个状态，只有意识是清醒的。王长江很生气，你现在或许没有生命危险，不过据我所知，王长江在道上说了，要的是你的人，不是你的命。哦，原来是这样。你在这2起意外事故当中的举止都非常有主动性，你早就预知了，或者说，这一切都在你的算计当中。现在上面派人下来，我们原先的专案组只有打打下手。不过，我会一直盯着你。再见。真是个疯子！如何能够保证我自己在接下来24个小时内安全？如何能够给王家、给所有关注者完成一场震慑？将孟薇托付给杨妈的时候，手里的钱也几乎都给杨妈了。等这一次震慑完成，得弄点钱了。王海，年龄45岁，王长江的左膀右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专门为他处理各种脏事，心狠手辣，冷血无情。这样的人，死10次都不足以抵挡他的罪孽。一上午，我按照命运公式推演的结果，四处闲逛，甩掉了各个势力的很多人。你之所以还能跟上，是因为我让你跟上。
再跟着我，你会死。最后一次提醒，再跟着我，遇到意外事故死亡，我可不管。就你，也敢吓唬我？我王海这一生遇到多少穷凶极恶的人，也从未失手。这次也不败。这就是命运公式里计算出的气球小贩。今天早上呢，我送叶远离开，那小子真真假假，连我都看不清。不过现在我想明白了，从昨天晚上进来到今天早上离开，他表现的情绪是一种极其不稳定的爆发式情绪。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他会以一种极其强烈的反制措施反击回去。哎呀，这次事情更棘手了。今天上午，叶远给我们展示出他非常高超的反侦查手段，组里的10几个兄弟都被他以巧合或者非巧合的手段给甩开。老爷，王海说今晚9点前一定把叶远送回。大姐啊，要气球吗？不贵，5块钱一个。您这些我全要了。我这里有35个，你全要了，就算30个，给我150就行了。好。大姐啊，你在这儿卖气球不久吗？哎呀，是的，是的，我从农村来，儿子争气，大学毕业了就留在了江城，但是房价太高了。我和他爹就想着吧，能帮衬一把就尽量帮衬，所以就到这里来找事做了。来，哎，谢谢，给你。哦，后面有人跟着你，要不要报警啊？没事。要个气球，小朋友，把这个送给你。谢谢叔叔。我也要，我也要。好，都有。我也要。你俩别跑。叶远，你把你的气球给我玩一下嘛。追上我就跟你玩。风好大呀，我们快走吧。打雷了，怎么要下雨？找到叶远了，在清水江边。老爷，王海先生准备动手了。清水江边，他去那儿干什么呀？
把附近所有监控调出来，要快！这也是巧合吗？他到底是什么人？真好看。王海，王长江的得力助手，贴身保镖。1999年，王长江地产起步，王海绑架王长江竞争对手的妻女，活埋。王长江包养的女人收集了一些王长江的罪证，被发现，抛尸大海。王海，当年就是你威胁恐吓我，把帮我的朋友全部殴打赶走。叶远，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我劝你还是乖乖的跟我回王家吧。啊，跟你回王家？来啊！有能耐你过来啊！我告诉你，你再敢往前走一步，你就会死。可笑至极啊！你看看，这周围有你的帮手吗？对付你，我一只手就足够了。不过，我倒想看看你怎么弄死我啊！啊，想通了，准备跟我回王家赎罪了。王海，该赎罪的人是你。和那些枉死的冤魂忏悔。发生什么了？王海死了，死于意外。是怎么回事？是意外？具体什么情况还不清楚。附近的同事已经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似乎是意外事故。喂，怎么又是意外？修好了。
欢迎欢迎。你们来了。相信你们应该也知道我们。上面派我们来接手这个案子，我叫程啸仙，这是谢家文。何光宗。昨天晚上我到殡仪馆检查了王海的尸体，发现一些细节，结合前面2起事件的始末，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个叫叶远的年轻人在进行这一场有预谋的复仇。他的复仇手段，我称之为多米诺骨牌式复仇。准确来说，叶远掌握非常强大的洞察力和恐怖的计算能力。他把所有定量与变量进行汇总计算，最后只需要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竖起，接下来就会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达到他的最终目的。不出意外的话，一会儿你们就能够见到这个叫叶远的年轻人。在来之前，我已经安排2个同事去带他过来了。如何能保证自己在接下来1天内的安全？再见。程队，没人。我看见了，把摄像头对准桌子上面，他写的什么，放给我们看。所有的计划和布局都被他提前计算到了。了不起，真是了不起！这公式中绘制出的曲线图就包含了昨天叶远的坐标。这么说，他昨天是故意暴露在几个监控当中。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在试探，他想看看我们到底有几分水准。在第1轮的角逐中，我让他失望了。程队，我们还没输。我要做的还有很多，但无论做什么，眼下最急需解决的还是钱的问题。李硕斌，8年前，年仅20岁，只身闯入江城商业圈，容貌清澈，从千万资产起家。如今麾下资产达数十亿，被人评为江城的商业女神。明日下午4点，我乘坐出租车，13分12秒，我来到天河商务区的清水江边；14分15秒，我拨通一串号码。
你身边有叛徒，已经潜伏2年了。除了监视你的一举一动外，他还按照吩咐准备窃取你公司的最新研发机密。你是谁？我就在金融中心大楼外，你派人来接我。我是李总的秘书，请跟我来。到了，李总就在里面，请。李若冰性格强势，喜欢掌握主动权，所以才会刻意来打压我的气度。可惜啊，这些都在我的计算里。都给我住手！不好意思，我的手下真是对客人没礼貌。进来说。钱叔，你不用这么紧张。小姐，刚才是我大意了，没想到他会些功夫。这不重要。如果这位叶先生想对我做什么，可能我会被一支铅笔所造成的车祸杀死，也可能被清理玻璃幕墙的设备砸死，又或者是在阴天被雷击中。李总知道的还真多啊。如今江城那些顶级圈子里的大人，怕是都没有你了解我。我不喜欢拐弯抹角。说吧，价格。1000万一条情报，这是卡号。1000万一条情报，你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谁知道你这情报是真是假？这里是你说了算，还是李总说了算？我给他准。李总爽快。情报。孙寿康。怎么会是孙寿康？他是家族里的老人，跟随我爸10年，又跟了我4年。李总，按照这些银行卡号去查。居然真的是他！钱叔，做得干净点，给他个痛快。是。我们合作吧。我太冒失了，这个人太危险，他到底想干什么？退后！你如果不想合作，那就此作罢。合作就算了，不如你当我手下吧。没有我，你逃不出他们的手掌。我是你唯一的机会。你就不怕我一枪崩了你吗？特制格洛克43，奥地利格洛克公司制造，发射9乘19毫米鲁格手枪子弹，标准弹夹为6发。不过，你这把手枪里没有子弹。
叶先生，如果你暂时没有住处，你可以去我那儿。杨童，你开车送一下叶先生。请跟我来。虽然没能将李若冰收入麾下，但至少建立了以我为主导的合作关系。我根基尚浅，缺少足够的信息和情报收获渠道，李若冰能很好补全这一块。根据命运公式的计算，这个方向有栋别墅是属于王家的。现在王洛和王嫣正在里面休养。我让人调查了一下王家，在王海的事情之后，王长江似乎对出行很谨慎。另外，他也在联系背后的人脉，似乎组建了一个专门针对你的智囊团。好，我知道了。你看看这个，黄永辉，南省丁家养的一条老狗，是丁家安排在江城的代理人，也是来监视跟制衡我的重要人物。我不愿意与丁家联姻，你帮我解决他，我就愿意帮你做事。如果你愿意，我甚至愿意把自己给你。我还没有被别人碰过。你太心急了，但我会考虑的。老爷，叶远95年被遗弃在了福利院，这家福利院由江城商会牵头资助。根据我们的调查，叶远在入狱之前对这家福利院的感情非常深，他和女友每周会去做义工，并且定期会进行资助。江城商会的副会长黄永辉，他答应了没有？老爷，你与他交好，并且这次送去的女人很年轻，他很喜欢。我想他一定会办得妥妥当当的。那就好。哼，敢跟我作对，无论他是谁，我都不会让他好过。天儿和洛儿的情况怎么样了？医生说都稳定。老爷今天是要去看看他们。南省丁家能跟他们扯上关系，李若冰的背景也不一般呢。不过，还是先去那栋别墅看看王洛跟王嫣，如何不被发现，见到别墅中正在休养的王洛跟王嫣。
魔鬼，魔鬼他又来了！保镖呢？都眼瞎了吗？如果按照我原来的生活轨迹，5年前的今天，我应该早就和孟薇结婚了。我们的婚房应该就买在白云区，那里一栋2居室的房子，孟薇特别喜欢。努力了10年，我们终于要有个家了。孟薇也怀了我们的孩子。如果没有那场意外，也5岁了。我更希望是个女孩，可孟薇却说，她更喜欢男孩子多一点。队长，要不你休息一下吧，我们都在呢，里里外外都是人，苍蝇都飞不进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大意。有情况，快！司令，快！肯定有人进来过。刚刚还坐在这里，他一定还在庄园里。给我搜！是。队长，没找到。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怪物，竟然能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悄无声息地溜进少爷小姐的房间，然后也悄无声息地离开？就在今天早晨，以江城商会牵头的多家企业对福利院的资助将可能因为一些原因暂时终止。这对于福利院的上千名孤儿来说，无疑是一个噩耗。为了出气，对福利院出手，对江城的上千名孤儿下手。黄永辉、王长江，你们还真干得出来！如何能保证自己在接下来1天内的安全？曾经我一直不愿意回到这里，不想让人知道我是孤儿。直到工作步入正轨，内心强大成熟，才和孟薇一起弥补，每个星期来这里当义工。妈的，这让他给躲了。
师傅，刚才多给你转的钱是修车费，快走吧。故意对孤儿院下手，把我引出来，然后安排杀手想杀了我。哼！不过你们计划的每一步，我早就算出来了。啊！你看，陈总，我们福利院真的不能没有这笔资助啊！陈总，陈总，喂，陈总！江城商会的副会长黄永辉要锁死我们福利院，还说要废除我们福利院，那些企业家们都不敢再捐款了。他们欺人太甚了！如果福利院维持不下去，这里那些没爹没妈的孩子，他们怎么办？院长，还是算了吧，我们斗不过那些大人物的。不，我要一个个打电话，一个个去求他们。我相信，肯定有善良的企业家愿意帮助我们福利院的。徐院长，徐院长，刚才有人匿名给我们捐赠了1000万。1000万啊！1000万！真的吗？真的！这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不知道是谁捐赠的，但是我替福利院的这些孩子们，我谢谢你，谢谢，谢谢。老院长一辈子都没嫁人，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福利院里，先挣1000万，以后定期给福利院捐款，他一定能用好每一分钱。刚才躲掉我的子弹是你运气好，但现在运气已经用光了。只要你再出现，我一定送你上西天。你就这么想见到我？江城商会不会无缘无故要杀我，看来是王家出手了。黄永辉，你的审判到了。谭会长每个周末都会到这里来喝早茶，开快点，不要让谭会长久等。是。老爷，前面的车好像爆胎了。时间不多了，还路。是。
老爷，刚才的污水溅在挡风玻璃上了，我需要下车弄干净。搞快点，别耽误时间。真他妈倒霉！卢迟义，你搞什么？老爷，快救我！老爷救我！他盯上我了！盯上我了！出事了！我把视频调出来。叶远的第4个对象就是江城商会的副会长黄永辉。现在在车内躲着的正是黄永辉。黄永辉在他的司机兼保镖卢之义发生意外之后，第一时间在车内锁住了安全锁。他应该是意识到了什么。这个黄永辉怎么会成为叶远的下一个目标？可能跟江城福利院的事儿有关。好，那就这样。黄永辉是一个非常惜命的人，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场好戏了。如果黄永辉能够顺利的离开，那只能说明叶远的计算能力不过如此。李总。我知道了，你出去吧。他出手了，能成功吗？老爷，小黄来了。老爷，黄副会长他出事儿了。现在这帮家伙把整个江城商界搅得乌烟瘴气的，就连福利院这种地方都成了他们收割名利的地方。派人过去，至少黄永辉不能在这次事故中出现意外。是，我这就去办。他盯上我了，老爷，快救我！救我！谁知道你会不会害我？你就是我养了一条狗！老爷，救我！8点46分21秒，空中坠落的盆栽砸中卢志毅的头部。8点46分56秒，车内有急救设备，但黄永辉锁住车辆，禁止卢志毅进来。8点49分37秒，黄永辉恐惧不救助下属，卢志毅失血过多而亡。把卢志毅带走。会长让我来的，这条街都是我们的人，我会护送你安全回去。
院长还不小。如果汇总目前所有的定量，我们总部有没有可能把它设定成偶然事件，让躲在车里的这位先生死掉？很困难，这需要计算的数据、汇总的信息、排除变量与定量，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么说，黄永辉已经安全了吗？这次失手了，他只会更谨慎，我再也没机会了。怎么办？这里是江城交通广播，安宁路东西向道路发生意外事故，请注意避让。哎，我说兄弟，你刚刚就是从安宁路那边过来的吧？你没发生什么事儿了？8点57分39秒，我离开安宁路，在路口打了一辆滴滴。9点012秒，我观察司机，他是一名有20年烟龄的老烟枪。对，刚才安宁路的确出了点事儿，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哦，哎，我抽根烟，你不介意吧？不介意啊，随意。江宁路西北段出口附近发生交通意外，一辆油罐车被追尾发生泄漏，请计划经过该路段的朋友们提前避让。喂，对，喉咙有些痒，胸闷，有点不畅快，对，有点烦躁，精神都集中不了，就跟犯了烟瘾一样。按照黄永辉现在的路线，后面几乎没有什么视线遮挡，可以排除发生意外的可能。这些天被这小子搞得压力太大了，搞得我都疑神疑鬼的。唉，等等，前面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油罐车被追尾。什么？还好，问题不大，事故已经被处理了，没有人员伤亡，油罐车也被拖走了。真是要吓死我了！我还以为这油罐车是叶远流的后手，看来只是单纯的意外。事情都暂时过去了，没事了。什么？喉咙有点痒，胸闷，有点不畅快，对，有点烦躁，精神都集中不了，就像犯了烟瘾一样。到底什么意思？他想表述什么？或许这几句话不是对我说的。李总，你快看！喂，潘会长，哎呀，劳您费心了，这次幸亏有您帮忙，我已经没事了。过几天呢，我亲自向您汇报。哎，好的，好的。哎，好，再见啊。
叶远是吧？这次你失手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师傅，不好意思啊，有点不舒服。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溶剂油的泄漏意外引发的爆燃。喉咙有点痒，胸闷，有点不畅快。对，有点烦躁，精神都集中不了，就像犯了烟瘾一样。这是一段心理暗示，我不是对我说的。烟瘾？难道？这怎么可能？他怎么能做到这种程度？合作就算了，不如你当我手下吧。没有我，你逃不出他们的手掌。我是你唯一的希望。你就不怕我一枪崩了你？特制格洛克43，奥地利格洛克公司制造，发射9乘19毫米鲁格手枪子弹，标准弹夹为6发。不过，你这把枪里没有子弹。李总，李总。你究竟怎么策划这件事情的？还有，你到底什么来历？来了，吃午饭了没有？要不要一起吃一点？等我吃。你策划完成一个震惊全城的事情，你现在还有空在那边吃火锅啊？我帮你除掉了你最想除掉的人，你难道不是应该很开心吗？坐。吃啊！给我联系唐会长，说我要拜访他，现在马上。是。现在马上给我排查，10点05分到10点15分，经过这条路的所有车辆一个都不能落下，是全部。是。等等，重点排查网约车还有出租车，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是。程队，有了。我调出了很多车主的信息，只有这一个最符合程队您的要求。他叫曹斌，今年32岁，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查询了他在平台上的所有接单信息。今天早上8点57分45秒，曹斌在恩宁路路口接到一个订单，路线正好经过黄永辉的事故现场。有没有顾客信息？没有。这个平台刚刚成立，对用户暂时没有实名制的要求，而且电话号码我也查过了，是个黑号。找到他，给我把他带回来。是。这心理防线完全都崩了。路上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吗？没有。注意保护他的信息和资料，让那些人知道
黄永辉的意外可能跟他有关，他就是有10条命都不够死的。认识吧？哦，我记得他，他是我今天早上拉的乘客。还知道些什么？都说出来。我不知道啊，他一路上话很少的。再想想。哦，我想起来了，途中他接了个电话，说什么喉咙痒、胸闷，有点不畅快，精神都没法集中了，像犯了烟瘾似的。这只是一段并不复杂的心理暗示，他已经掌控了全局，并且完美的把自己摘脱了出来。While you and me repeat, this bittersweet heat is suffocating. I'm waiting and always hesitating. Kryptonite desires set my heart afire. Heart on fire. 我这个人说到做到，我答应过你帮我除掉丁家那条老狗，我就陪你玩。不用了。明明那么多男人都渴望得到我的身子，可我主动送上门却被拒绝了，难道是我的吸引力降低了？哎呀，谭爷，我不是说过了，不想见你吗？哎，谭爷，您别介，您不想见我，我可是想见您呢。谭爷，黄永辉可是江城商会的副会长，是您的人。叶远这小子也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连您的人他都敢动。谭爷啊，这件事儿您不会就这么算了吧？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件事儿是你拉小黄下水的，我还没找你算账。谭爷，我也是没有想到啊，这黄副会长会落到这样的下场，我们必须要为他讨回公道啊，否则商会何以服众啊？怎么，没有黄永辉，我商会就不能服众了？谭爷呀，您别误会，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长江啊，你自己惹的麻烦，就不要借我的手来帮你。送客。王总，请回吧。老爷，这黄副会长他惨死，难道咱们就真的不管那个叶远了吗？谁说不管了？你现在就去调查叶远的所有资料，要对他下手，也是出自商会的自身荣誉，和这王家肮脏东西无关。是。废物，都是一群废物！这个老不死的，这么怂，这么怕死，废物，全都是废物！把他拖出去！老爷，要不咱找个地方避避风头吧？避个屁呀！我他妈也想避，避得了吗？
小子的手段防不胜防，搞不好一样的下场。现在公司情况怎么样？老爷，您这几天没去公司，董事会的元老们都按耐不住了呀。他们把自己的人手都安排在了各个部门。什么？这些混账的东西，真以为我王家不行了吗？不行，我不能这样坐以待毙了。叶远那小子一定会对我下手的，我倒不如先下手为强。无论付出多少代价，只要能够做掉他，都是值得的。团，现在有没有叶远那小子的下落？叶远他反侦查意识非常强，我们每次一发现他的踪迹，他立马就把我们甩掉了。不仅仅是我们，还有江城的其他权贵也都在找他。但是，废物，的确废物！既然他躲着不想出来，那我就把他逼出来。老爷，您的意思是？前黄永辉，他只是想撤掉福利院，他太手软了。现在给认识叶远的所有人发去死亡威胁，把叶远给我逼出来。是。哎，你是谁啊？为什么给我这个盒子？说不定是什么玩具吧，给这里孩子们的。叶远，这孩子，他是做了什么吗？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儿啊！院长，这怎么回事啊？叶远做了什么呀？叶远苦啊，刚出社会没多久就遇上了那事儿，现在这又得罪了什么大人物啊？是啊，我要飞啦！加油加油，爸爸！好，注意安全。老婆，我回来了，这锁怎么坏了？老婆，老公，刚才有2个人突然冲进来，把家里全砸坏了。我不让他们砸，他们就打我。老公，我好怕。爸爸，我们家里进坏人了，我好害怕。没事，宝贝，爸爸在啊。哦，对了，他们走的时候给我留了这个。阿远，他出狱了。叶远，5年前你出事，我给你跑东跑西，倾尽一切。但现在我有妻子和女儿，我该怎么办？说。王长江已经对你以前的熟人下手了。王长江他竟然敢这样做，他们怎么样？目前，王长江只是对他们发出了死亡威胁，目的是逼你现身。看来，王长江已经急疯了。如果你一直藏着不出现，他很有可能去伤害这些人。好，我知道了。你想怎么做？以我现在的人脉，无法替你守护这么多人的安全。这件事，我能解决。挂了。
喂，是我。阿远，你出什么事了？他们是谁呀？强哥，5年前你就帮我跑东跑西，现在我还让你受惊，实在是不好意思。你放心，以后不会再有人打扰你们了。我不是这个意思，阿远，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说，不要逞强。5年前我能帮你，现在也会。帮什么帮？照顾好你老婆女儿就行了。好了，不说了。等事情结束后，我去找你喝酒。挂了。对不起啊，薛奶奶，我又给你闯祸。小远，是你吗？是我。你没事吧？他们有没有对你怎么样？你放心，我很好，你不要担心我。你记得跟孟薇好好的生活下去啊。我这边挺好的，没事儿。薛奶奶，以后也不会再有人打扰你了。喂，是我。如何不留下任何证据审判王长江，并瓦解整个王室？去揭开人心虚情假面，去灵魂真相，说善恶之约。王长江似乎在刻意预防我的手段，尤其是他对我认识的人发出死亡威胁后，短时间内他不会离开别墅，甚至他会派出手下盯着认识我的人，随时准备动手。就算乌云满天，人要是往彼岸真相才是终点。对付王长江，不能把他逼得太紧，容易鱼死网破。需要把他引出来，让他觉得我们有危险，放松警惕，再给他最终审判。王长江身后最大的致命点是什么？自从黄永辉事件后，王长江深居简出，平日里的公司事务都是交给管家来处理。师傅，跟上前面那辆车。14点46分21秒。乘坐的出租车跟上黄川的车。15点11分32秒，我发现黄川在一旁的商场换上了另一辆车。15点23分45秒，再次跟上黄川的车，跟踪2个小时后，大汽车。谁呀？您是？看看谁来喽！先回房间玩啊！小王，带他进去。走。
想喝点什么？我不常回来，没多少茶。18点32分17秒，黄川的目光看向茶柜暗格，里面的手枪能让他拥有对抗我的底气。王岩曾经也这样做过，但他失败了。还真是什么都逃不过叶先生的眼睛啊！你平时好像很少回到这里啊？1、2个月才会回来一次，害怕被他发现。刚才那个是你儿子？你放心，我可不会像你们那样没有底线。算是我儿子吧。他母亲呢？怎么没有看见？生他的时候难产，去世了。我总感觉他和王洛有几分相似的地方。叶先生真是奇人呢，我也就不瞒你了。6年前，老叶王长江他醉酒之后，强行与我老婆发生了关系。那之后，我老婆就怀上了。可是这个事千万不能暴露啊，否则无论是我还是孩子都活不下去。所以叶先生，你放心，就当我没来过这里。有需要你的时候，你听安排就行了。叶远，你还是很在乎他们的嘛。我略施手段，你就露出了马脚，被我找到了。王长江，你到底想干什么？有什么事情冲我来，别为难他们。你不用太紧张，我只是想和你见个面，谈一谈。你呀，没必要东躲西藏的，只要我们见了面，事情就全都解决了。我不会动你一根汗毛的。好，在哪谈？就在你的别墅啊。你等着我，我现在就过来。好，我等你。我们等他来吗？我现在去叫保镖。谁说我要等他的？20点21分19秒，我结束了王长江的通话。我已经知道自己被盯上了。20点23分13秒，我把跟自己身体组织相似、承载着自己血液的人体组织布置好。20点25分26秒，我们避开眼线和摄像头，暗中离去。叫你准备的东西，准备好了没？下午的时候，东西就通过食材的车辆运输进来了。该交代的，交代好了没有？放心，即使公司现在没有我，也能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好，收拾一下，准备走了。我把王洛和王岩害成那个样子，以王长江的性格，你觉得他会好好跟我谈？不会。他已经被我逼疯了，疯子只会采取疯狂的行动。今日，我故意卖了个破绽，让王长江追踪到了我的轨迹。你猜，他会用什么样的手段去解决？如果是我，有你这样的敌人，一旦抓到机会，
我就会永绝后患，哪怕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看来要献祭你的别墅，快走。韦老大，任务已完成，没有人从别墅内逃生。好，干得好！跟我斗，嫩了你！妍儿、洛儿，爸给你们报仇了！他真的死了。情报科的同事说，就在刚才，江城珠江别墅18号发生了爆炸事故。根据那边的消息，别墅里面住着2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之前给我们制造了一系列意外事故的叶远。叶远？怎么可能？这家伙स्वा无遗漏，智慧如药，怎么可能就这样死了？已经证实了，从爆炸残留的细胞组织对比，死者的确是叶远。程队，你应该心情好一点，毕竟那家伙那么可怕，那么难控制。现在我们总算能松口气了。老程，我的退休申请上面批了。非常荣幸跟大家一块并肩作战，谢谢。何队，为什么你突然要走？本来可以多干几年，皇上退休的。可是叶远这个案子，累了，想早点休息。保重。程队，那我们什么时候走？我不走，我不相信叶远这家伙就这么死了，我要再等等。那我也不走，跟程队你一起再等等。这是我以杨彤的名义购买的一处房产，很隐蔽，他们不会查到这里来。好，就暂时住这里吧，不会太久。王长江已经放松警惕了，现在主动权掌握在我的手中，对付他已经很容易了。如何保证我自己接下来1天的安全，让我自己1天身份不暴露？诈死脱身，化被动为主动，太疯狂了！家族那边要是知道，肯定会急疯了。我有事，出去一趟。哦。您是？啊，我记起你了，你是黄先生的朋友。黄先生带孩子出去玩了，应该很快就回来，快请进。一喝茶。谢谢。佛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黄先生，您朋友来了。朋友来了。啊，黄先生，你怎么了？带孩子回房间，快去。走。
你果然没有死。怎么？你希望我死在那场爆炸中？啊，没有，没有。最近你回到这里，变频繁了，还不是因为因为王长江认为你已经死了，心情大好，所以说他把注意力都放在了整顿公司上。我要的东西呢？这里边是我搜集到的王长江以及其他王氏成员所有犯罪的证据，只要把它交给警方，他们王家就会被连根拔起，而且王长江至少蹲20年大牢。20不够，太便宜他了。他当初随意捏造证据，诬陷我坐牢也是他吩咐的，他的罪名可不比王烟王落少吧？王家是从黑起家，是不是真不熟悉？动手前还有最后一件事。干妈，远儿，你回来了？怎么这么久才回来看看啊？是我的问题，有事情耽搁了。孟薇，好不容易啊，出回太阳，我就想着让薇儿也晒晒。孟薇，马上我就会瓦解王家这颗毒瘤，给我报仇。杨妈，我给你和孟薇找了更好护理的地方，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你也搬过去吧。行啊，薇薇啊，长期住在我这个破房子里，也不利于她的康复。走。远儿，薇薇会醒的，对吗？这上面有你要的，全世界所有顶尖脑科学专家。谢谢啊。不谢。如何能够让孟薇完全没有副作用的从沉睡中醒来？有结果了。姚天瑞，燕京医科大学神经内科，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生命科学院。按照我用命运公式推算的结果，只要以姚天瑞为核心，成立一座神经生物学医疗实验室，最后就能让孟薇醒过来。杨妈，我一定会让孟薇醒来的。好，好啊。姚天瑞，你是……我们认识吗？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我知道你是脑科学专家。我女朋友现在脑死亡，我想……王瑶，我很同情你，但像你这种情况，我见过很多了，所以还是请你去医院，我还有事。果然，一位脑科学大拿不是我一两句话就能劝动，也不是简简单单一笔钱就能请得动，需要从其他方面入手。姚天瑞，这部电梯马上就要停，我们找个地方。莫名其妙，机场的电梯怎么会随便停下？
机怎么不动了？有人出故刚刚那一幕是巧合吧？如果我说不是呢？不是巧合，难不成是你请人精心设计的一场戏？在我喊住你之前，我注意到了那名青年，并提前计算出他的步距、体重以及身体的惯性。就光靠观察，你就能推测出这些？你不能，不代表别人不行。而且这都是小儿科。之后我将维修电路的工人以及奔跑的小孩这两者因素联系在一起，计算出一个精准串联3点的关键点。最终，我只要轻轻制造一个偶然事件，就能像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一连串事件，最终达到我想要的结果。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不用害怕，我不会对你做些什么。我想邀请你研究一些你想研究的领域，组建以你为核心的实验室。这张卡里有1个亿，就算是这座实验室的第一笔资金。你妈还在地下车库里等你，别让她等太久。我会再联系你，先走了。就在这儿。5年1825天，一切都该结束了。吃饭了。吃完饭，我要出去一趟。需要帮忙吗？我跟你一起啊。不用，你不能有任何事。万一我要是回不来，你不要说这种话，你不可能出任何意外，一切都在你计算中，对吧？我是说万一我要是回不来，你必须答应我，持续支持姚天瑞的实验室，让孟薇醒过来。哦，赶快吃饭吧。都准备好了吗？已经准备好了，老爷，资料都在这儿，各种类型都有。您请过目。不错，不错。叶远那小子，我压抑太长时间了，今天晚上我一定要好好的释放一下。记住，无论谁来，都不要打扰我。明白，明白。时间快到了。
是怎么开车的？之前开车不是很稳的吗？老爷，前面出了点意外。意外？这不是意外，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不是已经死了吗？老爷，他来了呀！不管他，快掉头，我们回去，快掉头啊！好。程队、小袁，你们看这个。这是意外？啊？这个是意外吗？这书写的情况，这怎么可能是意外？程队，你是怀疑叶远？他不是已经死了吗？我们的人一直都在注意恒科地产集团王长江的动向。我收到消息，就在刚刚9点整，山宁路口，王长江的车遭遇意外。我出去一下。啊，程队，我跟你一起。该死！他为什么还活着？他怎么可能还活着？他不是被上社会了吗？那群废物是怎么做事的？他居然还活着！老爷，天色太暗了，那人不一定真是叶远。你给我闭嘴！能做出这样意外的，一定是他，他还活着。上次他是假装在别墅当王，实际上根本就不在别墅。那被烧成灰的尸体也不是他。他这次回来是来找我复仇的。王长江，你跑不掉的。这个方向可不是你该走的，你该掉头。精选股票58金融借款付20万元，什么垃圾短信？喂，你说啥？你是秦始皇啊？让我给你打50块钱，有毛病啊！我说你。老爷，堵了，这是怎么回事？都红灯了，这些人怎么走的这么慢？左转不对，换其他路走，走3元林大道。好。老爷，这条路也堵了。什么？真是奇怪，这条路之前根本就不会堵啊，怎么又堵车了？再换。好。老爷，堵了。再换。堵了。啊！你是他，是他，一定是他做的。你们好久没看见王长江了吧？今天让你们见他最后一面。今夜过后，你们引以为傲的王氏家族将会彻底坍塌、毁灭。没了家族的财富支持，以你们两个现在的状况，活着应该比死了更难受。我先走了。老爷，这条路不堵了。好，好，
快一点，回我别墅去。只要我们回去了，我就安全了。好。 6月24日22点40分26秒，渐渐平复恐惧心理的王长江开始感觉阴郁。你贴心的将车内暖气渐渐调高。22点44分39秒，车内较高的温度让王长江有些喘不过气来。你询问老爷要不要把车窗打开。老爷，需不需要开窗户？快打开，通通风。快刹车！刹车！快刹车呀！22点45分40秒，你车速较快，前面拐弯冲出一辆大货车，你紧踩刹车，猛打方向盘，把王长江甩出车外，而你陷入昏迷，无声无息。我不能死，我不能死！老爷，少爷的事，对方有什么不放？那他不知道我是谁的儿子吗？知道我恒科集团董事长的身份吗？他人正在楼下的医院。王老王爷，放我走吧！这不对，送进去关着。如果出来的时候还是人，连同他的女友都给我处理了。明白。黄川只是昏迷了，现在已经送去救治了，但王长江没救了。找到什么线索证据吗？能够证明是意外事故造成的，还是人为策划的？有吗？喂，程队，叶远出现了，他自首了。自首了？王家死有余辜，但我也需要洗刷污秽和罪恶，才能重新来过。孟薇，等我。叶远，欢迎回来。看一下，你在里面都好吗？挺好的，里面的人说话又好听，大家对我都很照顾。以前我总觉得你像是被关在笼子中的鸟，今天你算是真正飞出来，自由了。是啊，一切都过去了。叶先生，恒科集团的王室成员已经清理干净了，如今由我在幕后掌控，您随时可以过来接手。不用了，你好好打理就行了。我有事回去找你。好的，叶先生。喂，真的吗？太好了！姚天瑞打电话过来说，叶梦薇醒了。你不会连这都算到了吧？这个倒没有。快，带我去见孟薇。走。孟薇。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